从古到多今嘅主角，係一條空地美麗神奇嘅古土。呢條古土，同一位傳奇人物有關，咪同史潭嘅開發有關。佢嘅名係喊做石隘古土。俺來前面來到石隘古土，俺昨先來到廿二年咧，俺來將王公南橋之神理，俺來那個雙旗心香。好。用班來石隘古土了位啊，吼，一定會來先來了位伊面廟拜了黃南橋嘅神位。講到黃南橋呢，在8公年前，佢呢非常辛苦。佢嘅個性也非常豪邁，胸有大志。這3年呢就帶領廣東人民軍來到石潭，來到一條魁山大南，非常激烈咯，非常辛苦。過程當中有石潭、白樹、南坪、大拿、北角那一帶呢，幾下10里嘅一條山啊，全部都自己打拿下來。青苔片的土地。青苔片的土地，佢種乜嘅？種煙草。嗰些又種甘蔗枝塘，枝塘嘅甘蔗菌種要對台灣來講，包括石潭呢樣土地，一定要有竹嘅，竹嘅嘛真好用，漢人真好用竹嘅，個竹枝，很久以前那種款啊，真緊嘅，加頭腦清楚，創意非常好，係真嘅，有一種睇個清澈的體驗出來糯油。糯油，姜糯哈，姜糯啦，一肚上有8個張糯料，全部都黃南橋嘅嚇，叫個業主一定要買，高雄啦、基隆啦，商人出來就買，買完我時候一定係特別主要按你商業，所以要面風山古土，做賣糯油啦，賣咁多東西，賣紙啊，做紙啊，等等，面主要啲開店，你最講咧新店嘅，哦，所以面風山古土咧，牛眼、枇杷、茶米啊，就全部開來人賣，哦，所以一天來講，黃公南橋就神秘雙響一下，黃南橋特別都北黃南。大片下跳到石潭，跳到大拿，嚇，一下人哋總統啊，所提到嘅浪漫台山線，主因為是地下魁山大拿，創下一片天地。咁個黃南片行呢，去到太湖嗰邊，全部發展出來吃婆嘅，都算係似咧文水路嘅，有食過嘛？嘅煮蛋館真有名。莫燕山古道行出去就會廣告，冇錯。有一隻動物特色咧，天線上嘅酸菜，係咯，個真有名哦。冇去過呢？冇去過呀，一天來去採訪。呀，古土老古土之間呢，千多當多人客家人嘅特色，一天來去採訪。家下文泰哥講到嘅石潭、太湖、老大拿。呢條黃南橋開發嘅地方，都啲基本嘅台三線等項。呢條地方嘅特色，也是節目地位全部未收嘅。我首先呢，主角石隘古土，我先登場了。人喊做黃萬頭家嘅黃南橋，喺140年前打通對公館到石潭嘅山路，成功開發石潭。當然，佢所開闢嘅路線就變做2米。公館來回石潭嘅重要通道，也就係基本嘅主角石隘古土。唔過，因為也當地落雨，古土侵蝕、侵挖、侵壞下，文泰哥呢先帶領家園來到呢一片，同古土命運息息相關嘅石隘隧道。石隘隧道真係好貴，來看一下，有看到冇？哦，咪有落雨啊！看一下，當初呢。喺石潭鄉代表會主席小田福也係老鄉長。哦，以民國84年，他5度邀請宋楚瑜來到石潭。明白。呀，一條路線呢，主因為按呢，就按3萬大餅開出來。一條路線開出來過後呢，人家嘅石隘古土就開始就較無行。喺按嚟來，喺冇幾條古土。喺北河嗰條公館嗰條人行過來嘅路線，也過去呢，980人公尺過去就喺公館上，再過去就喺苗栗市。石隘古土全長12公里，頭擺公館來回石潭行路最無愛花幾下點鐘，
也喺山地背打一個山龍，食材全靠石矮水土，再10分鐘，差別食材形態。不過呢，一下嘅石矮古土但將存2公里偏天，其他嘅10公里已經本人改建做土路。一下已停了，加完嘅任務咪準備愛開始了。石矮骨頭就在兩邊啦。對，你也看到哈，也都石矮骨頭嘅日頭，也後山呢，看得到嗰啲果實哈，做個當擺。寒胎個動態啊哈，咁大概有8層樓那麼高哈。黃南橋青羅故事，你講歐式黑板，佢到嘅馬祖港，啊，係咪人家都工作人員？佢本港哈，人家都講個市啦，佢開市開到山檔過啦，專用竹竿接，變咗是太麻條。哦，麻條。腳都背袋嘅，有乜嘅作用啊？乜解？人哋講原住民打獵呢，專門看腳趾，嚇，我看糞便，因為原住民親厲害咩？比人家就較厲害咩？所以黃南橋呢就用絲真正嘅絲去接竹竿，接到太麻袋嘅絲。放風箏同一種人講，黃南橋係個巨人，青果台。武功高強，古時候佢嘅四句青苔意思啦。青苔布。哎呦，啊，過去做嘅草鞋呢，下巴尾我拿裝個抽抽拿嚟做嘅，個草鞋。哇！拆高粱拆。佢人係咪當過胎？經過。啊，原住民看到安尼嘅，要睇下親口講咩？講行到講啊，武功青苔，武功青果強，人有果胎。就將手摸了就曬好咧。那晉級嘅巨人呢，幹過呢？哦，所以黃南橋係安尼自取。黃南橋又還有隻自取嘅方法，做嘛呢？你講哈，佢個鞋呢，錯鞋呢，佢係做電刀片嘅錯鞋，所以佢每行東片，腳樣看到會行西片。哇塞！安尼呢，原住民就唔會包抄。哇，很勁啊！懂啦。可以用啦，出發了！出發了！大家落去石矮骨頭。客家人講啊，上山唔帶刀，錢呢冇卡錯啊。係啊，你看沒有帶刀子，你就坐家裡就好了。每天在家裡坐着。對啦。為到大家嘅安全，文太哥和當當邀請劉太哥向下行。劉太哥嘅屋卡就喺石矮骨頭嘅入口處，因為做生意嘅時候，一家3代人每日來回石矮骨頭食材限熟。要條那石矮骨頭。石矮骨頭。我哋挑戰一下。真勁啊！聽講咧石矮骨頭係8公年咧。要70米段啊！個硬漢人哦，真有名嘅。可能唔可以講按刀，按沙沙啲，按行擊刀。酸結刀啊，聽懂咧就係啦。阿冠志講，一齊做順，都衝下嚟。落水個菜做順錢。哦，哎呦，真好。係真好。大家落去看下有做順嘛，還有人看嘅70段。哎，你要挑戰一下來。做火氣嘅啦，可以。是安用嘅啦。係真有行從以後都有生路嘅啦。因為落雨，大家一直等到下晝4點，才有辦法上山。蔡天人講呢。落雨天行石矮骨頭，真見拿自家嘅娘來開玩笑。85度啊，唔係自家邊嘅啊，應該個電嘅度數先係用啊，85度啊。85度嘅架就係一般人講嘅摩天72架，大家加油哦！加完佢條亞塔嘅石架呢，就係黃南橋佢條當年所鋪設嘅哦。看到啦，泰山當然會到嘅啦，應該會到。哦，看到啦，泰山古就係地標啦。佢面全部做石刀呢，都地呢。人家條石矮哈，石矮名嘅，主要因為啊林線當背啊，林線當背呢，人家就反民族來家下呢哈，老塞夏族哈，家族來到石潭呢，所以呢，人家就反民族都在林線當背，全部都有愛用嘅，都會到水。要山東嘅當背。人家就係上衣當背係都係元寶嘅嚇，一條全部當地，所以你看到嚇，你看到就泰山啊嚇，上衣全部都係泰山，哦，所以家下就香港原住民可能這條嘅，上唔得，所以一條都一個距離都較遠，結果原住民啊，行咧啲當鄉行咧都係條當地嘅地方，決定上去，上衣當背嘢嚇，結果還要比廣告去，比較用啦嚇，係都知啊，因為後來一條呢。
有张甲布改只少点多个，削改只爱扣多个，所以削爱转的来，哎呀都爱扣下班，也有路行哎呀啦行到分流网络夫棍咯，夫棍嘞，他游零块啊，分流慢落嘞啊，呢度唱天講，大家拼命向東方劇，一時都唔敢耽誤，連歇困透一口氣嘅時間都唔敢弄去咯。這邊我同大家介紹啊，好，而家安尼看唔到多哈，而家手上有條同大條差唔多6、7人面呢，加東書，而家要你看一下。做得一定啊！係啊，哈，安尼要嚟看一下。加東書，落去。伊啲啊，伊兩幫嘅，看你到伊啲啊高嘅。對啊。哎呀，講有獎啊，先唔講啊。哇塞！啊，有獎啊哈。係啊。兩幫有啦。你看一條咩日件？哇，一條咩日件哈？看伊到伊啲啊。一做書件呐。見證者啊，你這些見證者。就60年一隻四季吼，佢都得四季都有啲。係啊，都係冇馬田同啊，馬田胎啊。你用馬田同啊？原本是還有上得了位冇辦法田同啊。哇，要金獎啊！還當中還有東西，加了一塊。72家到底有幾多人講啊？來，假如呢，聽聽就行本看。哇，有樣冇樣啊，好靚啊！哎呦，哇！你看那人。相信大家看到安陽嘅畫面，腳都軟起嚟呵，也就係真有名嘅摩田72家。順行嘅鐵鏈嘅扶手呢，係研究將加上去嘅。頭擺開單嘅人留先民行一條路嘅時間，是冇鐵鏈呢做得辦哦。唔看啊，要極危險、極辛苦呐。冇端的時間是要用爬的。對，都叫爬呢要爬，當狗爬。只講行面前，只紅後邊，佢主要可能下看到嘅下邊按定啊，一邊啊哈，只鋪都做下一個下邊。哎呦，做下一，以前做下伊。真正做下去，但係冇按嘅，冇事啊。受傷誒。安尼我後來呢，彈到啦。主要講下一啲，後來後面就講只鋪下一啊。端的時間是要用爬的。都叫爬呢要爬，當狗爬。大家都哎呀，我哋爬咪，做用過。係啊，啲係咪撐嘅？哎呀，係要辦法開工時間啊，其實所有都撞慣，即係幾好，都係按人都得。哦，哇，撞斷啊，冇個動機我做得點啊？班頭嘅，好咧。真的，加油！加油！你可以的。我有錄你的腳，不能抖。哎，你踩小步一點就好。踩小步一點。顏色自主已經辛苦了啊！已經入樣組，破開夜市節目過後，假如就再也冇機會留佢哋合作嘅，因為嗬合作唔咁耐嘅。嘿嘿，觀眾朋友，學合法時間來了。上家都批講，下家都支種嚇。表示了咗72段清電，清酒嘅，清酒哈哈。記啦哈，那些法記啊。白號嘅用迄個嘢，煮嘅我買過嚟食堂，啊，我是食加工啊。還有食加工啊，煮嘅就都吃煮嘅嘢啊。食加工同食加好都廣煮嘅，這條下。哦。哇，據說那條路，在顧頭你聽說過？你係啊，4年嚟㗎嚇。我見到不停食加工嗰條來啦。哦。佢煮嘅嚇，
迄安尼咱是讲到主位面有惧高症哦，主位有惧高症哦。食只公行面前，食只哦，讲晓不？讲晓不？我安尼讲咩哈？安尼讲，主位多地同行啊，个主位可能看到个下摆按定啦，一变啊哈，真眼食只无都做下伊个下摆。哎呦，做下伊，这一下出来哟。真眼做下去，咱咧无安尼无事啊，受伤了。安尼我后来呢，盘斗啦，主位讲下伊些，后来很明的讲食只无下伊啊，唔会行了。哦，唔好行，有真言嘅故事。行妖言啊，一路嘅港口嘅白號言，白號言加到史壇落，每年都同佢四阿妹啊，當做形容嘅形容講啊。坐口啊，記得嚇，上家邊頂，下家呢嚇，尖頂，尖頂嘅口會帶一個地方咁嘅。尖頂較好啊。迄無尖頂嚇，我一下心眼地只，丟上啊，形容都做咧。係啊，我溜講笑。溜，我溜下去啊，請假是多咧嚇。呢條呢係真實發生過嘅故事，唔係講笑嘅喲。結果72家過後，大家總算做得歇困一下。來到呀了，要忝嘅。忙嘅啦哈，來到要接挨一條嘅哈。係啊，因為年久失修啊，啊，我那條牌一條本嚟下要做一板橋嘛，他把咩有年有個。突然之間，哎，山洪爆發樣哎，啊，有的是過唔得，所以坐都要等。哦。所以有的啊，有的時候不要硬闖，冇嚇，安全卡衝掉啦。冇錯。啊，政府呢要擺做呀，要當咩表嘅咩哈？係啊。但係啲廣告嘅，希望人哋國人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嚇。每一類都一條係咩咯？好似合法。淺潮水流到一下最潮水嘅合法，所以講上家。剛才講嘛，用爬電床72段，啊，做皮工都係那當地啊，不做皮工樣啊，擼的，很多的。啊，下家做呢擼的哈，一麻子哈，摸到10段呢啊，下家做幾種，哎呦呀，好啊，下三家，會啱你啊，好，啱了啊，下家做幾種，哎呦。顧慮到安全嘅問題，文太哥隨定大家下山，請去下山比上山還較難啊！一步一步來，一個一個下。這裡太陡了，我們要一個一個下山。重點大家同都不幾種，大家叫嘛？要講這生態線貢獻的。啊，雖然挑戰狹隘古道嘅任務，因為天團湖嘅關係，將完成2/3嘅路程。不過先民頭擺嘅辛苦老驚險，大家深刻嘅體驗到嘅嗬。下山過後，劉太哥又將大家去腳步卡歇困，見抽2位特別來賓，可以講出更加多狹隘古道嘅神奇嘅故事哦。你下咧，只見證人嘅時節啊！我眼後邊山啊，吼，高起嘅片啊，吼，即係眼咧嘅廟裏嘅公館，對，眼咧開嘅狹隘古道，開高山以後下來咧，即係兩片咧，兩片即係眼咧嘅石潭，啊個狹隘古道呢，有兩煞見證人，即係眼咧兩下尾嘅啊，吼，自然有去開高啦，拍水下。國寶級啊！國寶級嘅吼，大哥，乜解名啊？吼，同人講一下。這樣嘅，啊，大家又蠻興嘅啊。這樣說啦哈，這樣說。然後呢，還有一啥咪小記一下啦，大哥。然後要幫你小記一下佢啦。讓我媽媽，讓媽媽。冠奇嘅媽媽。冠奇嘅媽媽哦。啊，乜解名啊？媽媽。咁仲啊，大家又蠻興嘅。我係鹽字啊，鑑演啊，鑑演啊，鹽字啊，哦，感言你就是。鹽字啊，啊，變數啊，鹽字啊，狹隘嘅古道下來，就會食木啦，四季都要係的啦。哦，眼你條前開個狹隘古道嘅時節吼，講嘅故事啊，哦，嘛就誒嘅凱族嘅啊，吼，公主嘅，咩個公主嘅，公主嘅嘅主嘅啊，吼，得到嘅平共下輩，吼，做下期嘅。像這阿銀記嘅媽媽吼，你係阿婆嘛吼，係媽係阿婆嚟吼，
单期讲的呢，一期讲的呢，主位唔比较地动行咩？面前一杀，后背一杀。唔通挨去讲主的对吧？但是做面前啊，后背讲主的啊，挨住哎呦，后背，啊你讲得呢，个主位啊你拔得了，困得了没？除了帮忙我变的，哎呦，哇，唔作你唔到啊！唔过就面前嘅3年哦，就全是面前嘅，后背就较强了，后背就变较强。所以食马就做后背啦，食饱都面前。係啊，標講啊，呢種唔會講，呢種唔會講。唔種係講橋又唔樣啊，種嘅下啊嗬，唔種嘅下，爽行係乜佢？較平穩咯，上咗一鋪，按你上咩？唔係講下嘅時嘅，嚇，你下嘅時衝咗啊，按地那樣，佢車位又腳，ไม่คิดว่าไม่ก็อยู่เราแค่กองที่เราอยู่อันกูแม่มันก็คิ้วของอันช่องแม่คิ้วของอันช่องอ่ะช่องหลังช่อง嘅คิ้วของนี่嘛มันก็nhìn住佢คิ้ว嘅往嘈嘅係咪佢嘈得個時呢個啲鋼線用คิ้ว往嘈嘅是冇鋼花咩冇攞唔鋼花咩有冇上條街人都會喺呢個嘈得平都唔人家用得樹板用片嚟嗬人家腳用得腳唔見嚟嗬，韓國唔上下，你注意嗬唔用嘅變難咧。我下架了，就會同意啲，下架了，就講一句。哇，迄時間還會通知嘅形容哦，哎呀，變換姿勢哎呦。對啊，一條路中國嘅，佢30年前講叫杭州下咗嘅。杭州下哎呦，係講橋啊，講咗按到10年啦，形容。我下橋全部就是咪嚇，有條十包租啊，一兩站邊下橋咪，講咗比較無行行，佢都會用的係咪啊？跟住乜嘢？形容嘅鵝苗。咱鹹菜吼，做一擺吼，可以行到高雄很遠。然後我們兩個可以按手牽手，按繞圈跳，一路跳舞到高雄 ，baby 哈，都得按有沒有變肉？跳喊啦！形容我下橋全部就是咪嚇，有條10包租啊，一兩站邊下橋咪，講到比較無行行，佢都會用的係咪啊？跟住乜嘢？形容嘅鵝苗啊，鵝苗嘅時間，愛就是風多，每年佢就會去乜嘢寬水，佢橋嘅嚇，要按挨咪，黏咪嚇，是不過都唔掉，橋當中就攞拍水。嗰個錢啊，嗰度就拿拍水，形容就鵝苗，冇人啲啊，亞洲係要見過嘅。哇，那經驗親身接故事了。葉平人都講，行錫愛古土，就種咧行切家屋卡嘅做下，其實係有兩個含義，一個呢就係親接下，另外一個意思就係親辛苦，因為做下嘅石頭實在係巧喲。屋卡開菜檔嘅劉太哥準備貴族嘅好菜，愛大家見識見大嘴骨。呢間菜檔呢，要留錫愛古土有關係哦。那種胸片然後今天就見證哦，蠻有證實了。迄時間迄省長宋楚瑜啊，吼，伊原來都兩個一個新口味客家農莊啊，來到示範哦，那是見證了。沒有，按馬上你按獎啊，自己承認啊，按馬年按獎啊，年假嘛該按獎。冇啦，那叫以前拍嘅胸片啊，你是2年了。那用蠻微胸嘅，然後跟宋楚瑜合照。這個我要簡報嗎？簡報就是講我開啊協愛隧道哦，台山線，我按你啦，我就單樣嘅協愛隧道。
厝迄火柴无按放片，食堂无按放片啊。哇！哦，小部分种诶都苗栗咧，嘿啊。你每个下爱嘿，小爱隧道，小爱隧道蛮快哦，全部都面的水库咯。对哦，绕一圈啊！你啊，像买要着卖出床铺咩爱按咧，我都几块的吼，啊当主业啦。加因为公所嗰条所有单位要开入做当多年了。比如像讲都买着点方了，实在是报翻开办费都是翻来，我都都要去做简报，都利用了机费就来协理下。是啊，好了，廖总，你可以拿咧，你昨天同来人宣传一下，还有同来人讲一下，你那参与他把客上客人叫都市也摇诶，我摇到都市边摆咯，我也见点了爸爸妈妈吼，后生甲辛苦打拼啊，哦，做某个条路做，迄个做潘做师咧，要做5、60年。做赛到也未来，哦，一张包啊，一张辛苦的，一张喜啊店，传统饭店嘛。你出做本场做妈妈煮啦，让啊太用啊，叫新 Q 啊，就学定来，但是 Q 年佢都茶煲啊，就唔方便的，就 Q 年就交接，係啦，傳承本期。好啊，你下有問題問太教咧。杜喜摇嘛，摇了，对，18岁啦，最重要的18，哦，开动啊！廖太哥教福下嘅傳統呢，就佢啲台三線嘅順巷，石喺水土打通過後，人潮變多嘅，咪打開廖家事業嘅天意村。石喺古土係公館樓食堂之間重要嘅交通要道，開闢一條道路開發食堂嘅。就係苗栗嘅傳奇人物黃南橋，除咗食堂，黃南橋咪成功開發嚟太湖、大蘭兩條地區，呢條地方就啲台三線大巷，製作單位花係半年嘅時間來記錄台三線大巷黃南橋開闢嘅腳跡同地方特色，首先呢就本藝鬥對公館開始來紹介。鹹菜啊，難講哦，客家人呢同天同地。排泄嗌都唔啲咧，嗌要試過，嗌唔啲用傳統嘅客家菜啊，嗌唔啲用辦做，你做嘢老搞嗌一下嘛，有個專家嘛，有專家。冇問題，唔是嗌做係專家。你做係專家，等下，阿明哥，你讓你爸爸幫我來杯啊，你邊做嗌咧安全講，係嘛？幾多歲來做嘅鹹菜？見得。2、30歲哦，我做5、10年，較少啊。阿明哥，你做迄老爸爸學嘅係嘛？係老佢接下來，接樹兒，係，因為呢個樹兒，做得傳承下去啊，新一代嗬，永遠唔使有乜嘅鹹菜一樣做嘅，古時見面過來嗬，就認識下來，係做得傳承下去，記錄起來，誒，你下嗌你做係記錄起來啊？對，來。鹹菜係公館最有名嘅特產，安全白留屋下嘅裝備學到數年過後，就開始嘅鹹菜人生。佢做嘅鹹菜喺市場上千數到分樣哦。從古到今嘛。根本呢，真經有一啥，從古到今，喺馬上呢，就係我哋呢安全吧。沒有笑一下，安全吧呢，不用要風吹啊，有冇？不用要風吹，不用清歡喜，笑眯眯嘅還有啦，留啲呼吸，不用太傻，好冇？安全白講，鹹菜就係用芥菜來滷嘅。芥菜第二條下曬3日，3日呢醃釀就做得開始撒下來嘅舌頭。眼看啊，你啊菜同啲毛嘅，中間嘅芯嘛，有冇看到嘅咁樣用？同啲嘅葉嘅。葉嘅粗面佢唔會傷到芯，喺毛杜香嘅團體，貼一層菜一層鹽，絲線唔塗樣嘅。絲線唔塗，哪一招嚟嚟看？嗰種盲囊就簡單啦。盲囊愛用標嘅啦，愛啲咧，一線啊標都帶下，你看，你看一下呢底位，你看底位有個囊好嘅。囊好嘅，幾爽嘅。一層一層愛用囊起來。對。哎呦！
係你去洗好了哦，海洗好了。啊，我先你一拳的這樣來哈，哦，一拳哦，哦，周順之哦，兩隻泰國請專業咧吼，唔會跌倒啊。唔會啦唔，會。哎呦，乜解感覺啊？硬硬圓圓，碰床樣嘅，乜解碰撞啊？圓圓嘅。講呢樣，真係。做你同意啊？哦。我咁樣唔會跌倒，我先難過咧。哦，下來下來，揾我嗌送醫哦。中央停下嚟行，停下嚟啲。哦。嗰個นั่ง下有冇？哎呀，呢個心有啲圓圓嘅感覺，咪有嘅脆嘅感覺哦。นั่ง含菜嗬，我做一擺嗬，我可以行到高雄嘅遠。做一半南吹就做在很多狗泳暗宴哦，然后我们两个可以按泳手牵手，按绕圈跳，啊一路跳舞到狗熊隔壁哈，都得按泳，哎，有没有变哦？跳喊啦，哎，用把个本机按泳压紧系嘛？啊縮缩起来，你用不按袖啊？俺连都按抖，用不按泳冇 Q 用。冇煙錢係嗌你呢用3蚊嘅冇煙錢，安全講嗌要煙錢冇，我其他睇啲。哦，今天去玩啦，嘅重心去玩啦，係嘛？นั่ง啊依個省冇咁樣，นั่ง冇省啊，嗌นั่ง冇省。有嘛？哦，有嚟，一下有嚟。นั่งอยู่省都表示要得到結構嘅。哎，一剛過天就跑步按用。唔咩？用心，用心咩啊？用心啊！安全講，你細腳你會上來，你會嘛？我跳下嘛，我跳舞嘛，來，哎，跳舞，哎，手牽起來，跳舞，哎，恰棍。很多人安全白因為年紀大嘅，但將做監工天天，冇實際做鹹菜。今日我哋來到了拍節目，老人家食菜很歡喜，又看到家園搞到很快樂，又唔係啦，咪嚟諗一下，嘿嘿，姜啊，還能攞位看辣咯，大家看到安全白諗到很特別。一芥菜嗬，目前做得做3樣產品。哦喲，係，很厲害啊！第一擺做嘅嗬，我做係來做鹹菜，像人哋冷嘅。哦，冷嘅，啊，縫起來差唔多1張葉到2張葉，看雲圖啦，哦，就變鹹菜。哦，第一隻變鹹菜，佢就變喺度杜烘發酵之後就變鹹菜。啊，鹹菜係再拿出來曬，呢條曬過呵，嗰個再拿轉來撻過。差唔多2度到3度嘅過程嗬，就變泡菜。泡菜嗬，當好保存。哎呀，鹹菜要保存，叫做功夫嘅。你還有嘅按度嘅嘅吃譜啊嗬，啊，我可以冇青豆熊哦，用咩按用啊？煮順勢啦。順勢哦，用板。鹹到嘅吃譜都唔會太啊。條件是有大眾愛用啊。係啊，吃譜嘅開出來發出大團體啦，嗰個吃譜要結子嘅，有啲本身鹹到唔會太陽影款啊，嘅食菜哦。泡菜嗬，當好保存，哎呀鹹菜要保存，叫做功夫嘅，佢因為水分多嘛。哦，你看，你啊，冬天名起來圓圓嘅，你啊真係啲啊，唔講嘅有鹹菜，有泡菜，還有乜解？嗰個要鹹菜乾，煮鹹菜嗬，做細多啲皺嗬，叫做變鹹菜乾。鹹菜乾咩嘛？係波油嘅。咪多咧，啊！哦，都係傳統嘅香味啦。即係真正嘅傳統嘅香味啊！哦，真舒適嘅味道。
阿明哥，来看到个水桶蛋糕啊，青岛水冰嗰个边还是唔知，马街同时会爱用冰诶，即係通係一樣。好啊，係技術問題啊。太好哦。而家鹹菜嘅保存吼，煮係千條拿通嘅啦，吼，一般人哋講像安尼冇風頂吼，一插菌就會落去。它叫咩？有細菌會離去。不錯吼，一條面鏡拿出來，吼，一批用我有個出谷米啊，嗱，啱啱做改進都用一種方法，冇用防腐劑啊，對哦，總係做得保存幾年嘅。啱啱連拍過啊，大家都同啲買咧。唔怕，因為30年前啊都已經過，已經傳咗耐做起啊。睇就通用呢個方法係嘛？佢下風筒過後，佢做靠個溫度嚇，20度差唔多該過年咧就熟得咧。就做得是咧，100年。哦，芥菜做得做鹹菜、福菜，還有鹹菜乾。唔過聽講呢，稱做鹹菜天天，因為啊，但隻鹹菜就賣青青嘅，故所磨純嘅鹹菜做得嚟做福菜料。啲老頭伯嘅年代，沒有試探嘅城里人，行石矮骨頭去公幹，批發安全白嘅鹹菜盡去賣哦。小幾條公幹嘅鹹菜，順定台三線嚟到太湖。望南橋早年經營嘅曲羅實業，一下已經本幾片嘅吃婆嘅鹽辭退了。我哋破嘅時節都可到批發商陳太哥來數吃婆嘅。太湖吃婆嘅秘密，本我哋撲到了。383，佢唔算咧，你啱乜解？哦，那個分級啊，我叫用。哦，替代你係350元嘅1件啊。哎呦，你係秘密呢？家庭電通，哎呦，唔看用個數字啊，吼，看你啊。儲本啲咧。係啊，儲本嘢，基本嘢係按用啊，你啊老家嘅吼。係先基本嘢價。你啊吼要為老家吼會根據乜嘅東西來市場哦。佢買氣了。佢買氣哦。今天賣得完，價錢就不動。哦。賣不完，賣不動。今天還不跌，貨再賣不出去，第3天才開始跌。哦，哇哦，哦，矮啲咧，哦，真複雜。貨不夠賣，人家一直搶就漲，第2天就漲。哎呦，單日都同你冇咁用。哦，哎呦，真甜呢。價錢還要看天氣。啊，看天氣哦。過年前最旺。過年時間。哦，冇火啊，落雪係嘛？係因為落雪就冇火。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啊。哦，反正炒麵靠天吃飯。哦，今天呢，吼，要看天氣吼。好呀，落來，落來嘅看那個煮啊。天氣是做的哈。送你的茶做的嘛。做的。哦耶！陳太哥咪係太湖人，幾乎靠3兄弟原本咪啲種吃婆嘅，唔過啲過程當中發現行銷同路嘅重要性，故所將就呢轉咗批發商來聽數家鄉種吃婆嘅人。你落家。好嘅，嘿嘿，啊，唔是檢查嘅貨，就是愛用搬上去哦。大家要互相信任咧。對呀，互相信任。要騙自人心意的對啦。做下機會我唔抵20塊。20塊啊！哎呦。啲陳太哥來數貨以前，農民早就留吃婆嘅分咗太、中、西3種嘅等級，因為每一種嘅家私收入都冇共樣哦。你看細啦。人家是本人大鍋子用的，那配料呗哈，就給人家鮮食啊。就講安尼買來哈，就用水果是安尼，是安尼食的啦。啊，迄班太細啊哈。你好啦哈。亂糕店吶，麵包店嗰度，麵包店嗰度。哎呦，講清清楚啊哈。臭強一下。除了做裝飾之外，85度 C 它有那個草莓慕斯蛋糕，它裡面有沒有那一圈的也是用這個。哦，買細啲嘅。太子講啊，自從老陳太哥合作過後呢，佢哋嘅收入變穩定，未變還較好。同路嘅問題交俾陳太哥，佢哋呢就負責到吃婆嘅眾多又大又獎，辛苦又會退價，又會行下實質嘅回饋。有看到冇？阿姨來啊來，要把我帶了咋？在吃婆啊！
会晒。防晒，因为现在紫外线很强。哦，还爱用，系冇？我看唔到我指甲吼，有獎冇？有獎啊！一種特別嘅免搭嘅，算係制服哦。只要喺屋下種吃婆位嘅，全部都要記下量。假如坐定菜，聽聽陳太哥繼續去數吃婆位，技術嘅吃婆位呢，全部集中啲拖鹽、種粒鐵器來賣。你還有幾按度嘅個吃婆啊？吼，啊，我看冇青島熊哦，用咩按用啊？煮順勢啦。順勢哦，用板。鹹度嘅吃婆都唔會太啊。哦，條件是有大種按用啊。係啊。係哦，哦，那用板順勢。順勢嘅吃婆嘅開出來發出大團體啦，嗰位。吃婆要結籽嘅，有啲本身鹹度唔會太陽影響啊，嘅出菜哦。唔知大家還記得冇？2016年年初嘅霸王級寒流，真多吃婆嘅因為落雪落霜，無法度結果，農民損失慘慘。每擺遇到一種情形，陳太哥啊，總係會安慰農民，明年嘅收成天作會更加好呐。吃婆雖然價值好，不過呢，因為病蟲害遷多，要照顧無按改，為到生活，也還沒有農民開始吃力救濟了。給吃婆研究了吃婆苗吼，用為你想為自家用了吃婆苗。買到好嘅品種種落去，今年就賺錢。你買到唔好嘅品種，今年種落去都拍咗嘅，浪費一年。哎呦，只係了激發啦吼。我說我去甲培養個哦，它好嘅品種留意了，篩檢出來呢，當做阿妹，做母豬。母豬，哎呦，母豬喺擺當種胎盤嘅方面呢，哈，當繁殖出來加籽啊，當拿來種啊呢。哦，係按用嘅意思哦。你五點係乜嘢東西啊？炭疽病，佢當年起嘅就話細長長。你起我細長長。炭疽病咧傳了，佢話發起來我規則嘅小體。幾條啊！甚至佢來嘅籽呢，佢咩小樣小的。哇，土地快起來樣哦！我那要請西醫呢吼，啊，你早喺身邊銀行可以留得嘛？冇要淘汰的。那就冇嘅咧吼。你看你兩隻腳嘅看起來就已經差真多吼。育種起家來就做得降低風險、控管品質。萬豐哥講啊，想要有舒服就做唔得咁辛苦。陳太哥合作嘅吃婆嘅農呢，太湖、獅潭都有，順定台三線行一年，全國石崖水土就做得全部熟透了。然後你會道別啦，你會轉去哪邊？我啊送貨上去桃園啊。我去送貨去咧，係嘛？你看哦，基本嘅啊，吼，藝人啊，吼，還有觀眾朋友啊，吼，聽你你啊，吼，看一下。乜街啊？吼，係真正嘅吃婆啊！吼，從頭到尾，同啲都看過咧。你看從樹啊，還有嘅吃婆苗，同啲看到暗示些。唔係啦，係啊，還是做個要傾要數模，主要都數模嚟。唔怕啦，好冇？你下數模，明年就會有咧啦，係嘛？加班長嘢當到咧，加班長嘢啊！吼，寬天使，今年預算當年咧，天南望就雨來。去年他家有賺錢，今年他家冇賺錢。真嘅。陳太哥講，希講今年冇寒開，基本上天作做得本大家看到更加多親像嘅吃婆嘅。所睇基本嘅吃婆嘅，陳太哥順定台72線快速道路去桃園交貨。聽日早晨，消費者就做得食到最齊嘅吃婆嘅了。接下來，假如來到溫水老街。愛燒給大家一種寒天將熟成嘅客家傳統嘅風味。看到了，蛋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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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嘿嘿，田太哥，你好。哎，我一看就是第你這做蛋糕呢，係嘛？係啊，做煮蛋糕啦。還做得天秀啊？做唔得。啊，用做唔得？你有什麼要代價？因為我這豬膽乾是很珍貴的東西呢。有樣冇樣，我做得出力啦，好唔好？好，出力天秀。好，冇問題。我出力，好做得啊。好，你先去底杯。好，你入來底杯。你下要用板用天秀咧。你哪講？要有鏡頭。
緊條哈。緊條，因為做嘛也洗落去要出油嘅，所以那種嘅緊條拿睇睇。哦，緊條要出油啦，嗬。要出油，冇用，嗰拿睇睇，嚟講慢慢睇。愛用睇。睇睇。哦。偏下來，哎呦，一片一片，哎呦，攞去偏下來。電鍋杯啊，吊青多蛋卷。兩個熱鐵呢？兩張熱。你做我們的用嘅嘛咧？用機器烘乾機啊的，做我們的用烤箱全部做我們的，所以要靠天然的東北季風來才可以曬。哦，一靠熱條還有風哦。要蛋卷啊，蛋之內，卷之內。你嘅磅項嗬，攏係讓附近拿下來，不用看。哦，你係做好嘅係嘛？又係做好嘅。哎呦，要蠻寬。煮蛋都呀。哎呦，煮蛋哦。按西炸哦。係啊，唔可能一下一全部冇蛋。冇蛋咩？哦，你要摕嚟係冇？因為香港人唔可以食冇蛋，所以佢唔敢食腐嘅。哦，蛋係腐嘅啦。蛋係腐嘅，我食人哋煮蛋慣嘅人做喺度都係推廣貨。所以我掛煮蛋，所以叫我講我識推廣貨，所以叫我調係嚟人哋聊嘅，我做下嚟。哦，係啊，係繼續做咯。好啊，繼續做。哦，眼弄好咧。而家弄好啊？弄好咧。而家輕鬆嘅喂。哦，因為等下，你看姜條嚟看一下，佢唔會有血啊，嗬，唔會呀血塊啊樣。係。一行開嘛，一就唔可以啦。一唔可以，第一人做嚟前的。你蛋一通啲肝膽外科啊？唔可以幫講嘅時候，我一天兩聽數。嘿嘿，頭家真件係蛋乾嘅專家哦。蛋乾簡單嚟講呢，就係份嘅鹹菜乾，也係早期先民為咗保存食物所製作嘅滷嘅料理。頭家製作蛋乾嘅手藝係傳承家婆嘅。豬肝清槍瀝過後，先抹鹽，再用大石頭擲2日，擲出豬肝嘅水分，過後再加入調味料。豆油，留小廚香味嘅高粱酒，煎4日過後，就做得掛燈3日頭，留晾鼻走，時間最冇1整日，等完全走嘅，就算完成咯。哦，真勁咧，比用3星期清酒啊，哦。唔了都有咁簡單嘅，也總係要看天時，天時唔好又冇辦法，落雨天。又曬唔得，冇希望灑水，又曬唔得。佢一般食飯都係3-4日，我一般食飯都1-2個月。看天食飯呢？看天食飯，嗰日搭地數下來，等日數下，我拿蒸過。我蒸過冇一發做嘛，佢平平，賣相就好。我蒸冇一發，佢一閃開起，固盤嘅，一打泡泡嘅，所以人哋蒸嘅時候，佢曬嘅時候做平均數了。也做山上的烏魚子，山方年的烏魚子。咁多清好啦，清香烏魚子。食法同烏魚子嘅食法差唔多。講按道啊，有辦法食冇？有辦法食啦。用白食？用蒸，傳統嘅食法就蒸酸嘅嚟食。做一套料理嘅時候，係咪蒸嘅時候，係咪有加糖？加糖就會降低它的鹹味。哦。蒸酒就會變裝起來，你係咪食到也唔會澀？唔會澀，因為做乜咧？要加油，加油下去蒸，這樣唔會濕啊！試一下你的成果試一下你的工作的成果。耶！唔會跳鹹，係咪去蒸？用炒全部做得。蒸熟嘅蛋乾食起來又香又軟，有一種特殊嘅風味，真件很好食啊！再搭配臘腸、臘肉向下炒，係也流行嘅新食法。講到了，真件來佩服先民嘅智慧，唔但將做得保存食物，又創造出另外一種嘅新風味，食才很精哦！今日我哋挑戰親家親快行嘅石愛古土。你家定石愛古土，認識嘅望南橋一位傳奇人物，老記開墾嘅天氣，台三線嘅鐵石神業，當場嘅客莊蘊演有講唔起嘅故事。今日我哋講本堂，下一拜有限揾前生來感受了。